呀，各位聽眾，歡迎有人在到底嚟邊領學見新的節目，這個吧，剛配被接來 room full，咁配被接啊，幾咁配對嚟咩？敷咩？幾期係你咧？幾期敷了。Full House 幾期 Skype 咯？我幾期 Skype，誒，我俾梅郎啊，女郎等陣介紹特別嘅變成，即係人啊嘛，都老夫。先教下啦。唔知伊係 room full，但媽咪俾去到古嘅嚇，你去到古嘅 room 嚇，十個人啊？我有影。嗱，啱嘛？10幾啊嘛？嚇，對10嘅副啊，對。我俾妹先教先，先教臭鼻水，怪鼻水，歡迎你冇聲開怪鼻水啫。啊，怪鼻水。好，怪鼻水，這是頭一擺，這頭一節目嚇。不，他媽來這第幾啊？啊，怪鼻水啊！我咪你看，你來檳城是你去檳城北啊？你個記者去是參朋友去？我朋友冇去，甲朋友多。還沒甲講過？你還沒？大朋友大平單咯，了我就把佢了可以咁樣咯。哦，你這是你朋友介紹你我買檳城嘅朋友啊？唔知。แล้วลูกก็อุเรลังเป็นไอ้ฮอกแกนในที่จองอ่ะที่จะเจนี่ก็ไม่กล้าไหลลูกก็กล้าไหลอ่ะมีกระลังไพ่เสมาทำไมแกกระลังไพ่เสียไพ่เสมาจะไม่ไพ่เสีย你對啦，我接來是一人都10人啊，白虎啊，吹一個呢，白虎啊，哎慢慢一個拜啊，對哦，請指對哦。係咪叫我冇變變？你講係咪叫？你講係咪叫？你講係咪叫我冇變變？你做咩事？你講嘅去簽名嘛？冇啦，我是講你來到底看係拍攝咩？我都冇叫人去帶。唔是去帶，我講就擺聽邊嚟學嘅啊。嚇！因為有時人一人一句嘅時講啊，真係亂啊。哦。嗱，แล้วจุดๆ愛講就學你人講啊句啊，แล้ว單就第二間佢就冇點講嘅嘢嘛。哈，冇下你就俾先。是講我咁樣講啊，是啊，我亂帶聽就對啊。對，冇我是講你來，你去邊嚟，你是有去邊嚟 back 嘛對。對。你去邊嚟 back 嘅時，你會 rasa 拍攝哦，你就是個幾人。別啊！啦，去朋友，下朋去個朋友幾哪裡朋友啊，個拄着。啊。真係係朋友都係朋友嘅，就是。對啦，原來你唔聽邊咧學嘅呢哦，就是咁。哎呀，發生你冇吞到嘅話，你真係激哦。冇啊，同事問嚟行去我去，我你邊啊翕相影問題了啊。冇嘛，樓卡嘛，我就每做多頂啊，就學到翕相影一路啊，樓卡。係啊，歹勢行落去啦，真係啦，八折啊。哎呦，八折，我講聽啊，我想我明年會對啊，特別明年我買做戲，明年我買做 show， 唔使我講嘛講，唔使特你做啊，冇呢錢啊，好阿龍哦。呀，未使實特你做咯，攞呢做一刀咯。攞呢做一刀啊，我個攤掉過來買嘛，油壺個胖嘛是。所以我未使等你做，明年咧，maybe 明年都要食嚟啊。maybe 咧，明年咱做咧，咱叫右邊，甲咱做咧多，食物件多。哇，笑啊 ！OK， 等陣講了係咧講咧就一段嘢啊，個啲會個係伊個怪味，怪味水。你只要 confirm 出嚟個2016啊，16號你是講 next year 嚇？而家你講出嚟嘛？對，有啦，應該是有啊。我唔知幾時對個啦 ，maybe 就交過個對。你食價飲先咯，或者喝咯。特別無我先我想買先真係人無影數。哦 ，OK。先正我maybe買先正對啦，แล้ว我貴啊先正個對咯，either 我成日無就是教，我是應該是交過咧，就是較好咯。交過呢我都，比較12個月時我係個對嘛。我個對我買呢時候，我對我就未必教過嘅事嘅，就係攞清16年教過嘅事啊，啷個垃圾頭啊，係咪拍叉聲？啊，每個人攞清16年啦，就係頭被出過啊！
哎呦死，講到垃圾頭，我未記行合垃圾機嘅英國中嘅垃圾頭個，我冇個笑掉，我呢個笑掉。叫你話一對環護者，叫你叫比如較緊嚟嘅，即係來日頭，比如當然是三季啊。嚇，哦。差嗰啫。哦，是啦，冇人愛你看啊，直接愛垃圾頭成舊來成嘢。咁我有看到算佢幾厘個。我拍啲都好5、60厘喎。阿 John 咁會講，伊要去困呀，個人講 good night。哦 ，OK，有40厘拍啲喎。你啷會記啊？聽講那是啷愛即垃圾頭嚇。30厘呢 ？OK， 30厘咁樣去記啊？30厘去Penang Park 嘅位 box office 位啊。邊 box office？你講 box office แล้ว你叫人過嚟位多頂位嘅，我多頂嘅多頂卡。你講你未嚟嘅，邊啲福建嘅垃圾頭，就後邊逼我，人聽講啊。搞對人唔制話你可，就講是manager 嘅多頂卡。哦，到底 manager 喺度頂卡嘅就係垃圾頭啦，係啊。OK， 人有見未去哦？點解有報告掉唔是又知道？聽到講是報告啊，冇人去記掉啊。不過隔離講我當係 special edition 啊，隔離是要包皮囊嘅啊。哦，包皮囊嘅 special edition you get a free envelope。哦。即係咯，最應該是叫林去記到對，個用到對皮囊。林嘅皮囊，所以嗱，最要見到要去嘅，咁樣去嘅哈，其實冇是30厘啊，了都冇嘅，即是完全是冇個在做過嘅，只是攞清10個年特別嘅垃圾頭啊。了 OK， 當見到咪講去 shopping， 哎呦，我識去 shopping 時咪實往去嘅垃圾頭咯。就會講去 shopping， 我怕撞講嚇，但我被講特別嘅邊，係咪嘅？你介紹你嘅邊的？不，我未聽到你講咩物件數。不，我聽到啦，人女呢。我特別嘅邊呢，就是藍咯，藍請未 ？Hello，請未 ？Hello。未請過咯，我講 hello。個阿涵咯，แล้วก็sambal belacan咯。sambal belacan 你小弟有冇單人裝啊？大漢了，派死啊！ใส่กันแล้วฮะหมอใส่กันแล้วหมอใส่กันแล้วอ่ะโอ้ตัวอยู่หมออ่ะ除毛咧，即係毛啦。จะเจีย哦，你當叫一根幾歲啊？當時上去17歲啊。17。哇！哎呦，你看，我因為你看到樣大漢你嗰隻粗鼻，你知唔知？成個海爽你看我看細漢，你看個大漢，我只粗鼻啊，看到嗬。一山看個一倍。衰咯。了。只杯咋？等陣住嚟嚇，阿生是 V 話我未嚟嚇，等陣我看 V 話佢。你杯是山看個杯。V 我唔捌看過山。我捌看過山咩？等我 at 你。有啦，較山淡薄啦，當然是只圓啊。哦，7條長衫啊。OK， แล้วก็เต่าแกแล้ว歡迎เต่าแก Hello， 你可以識琴啊，你咪攞聲，แล้วก็นำไส้แล้วนำไส้แซนจิตอ่ะ阿龍誒，哦，即係阿龍นำ攰啊，講佢啊，阿龍แซนจิต你知道啊？當然應該唔是我แซนจิต，當嗰時阿篤แซนจิตแล้ว。哦，對啊，多謝謝。แล้วก็話到對嚟了，對大媽到啲 Skype 會當然對嚟，即係等下幾可能。嗨，真久無甲人講話了。係啦，我叫人去 shopping 嘅時候。恭喜，แล้วก็จ้ากง咯，可能。Hello。แล้วก็青枝可能。Hello，歡迎大家好。แล้ว大媽新椒怪味酸，安怎即等陣我看。我有 at 你嗎？真未 at 到伊嚇，喂爸爸，我 at 到講嘛。係來嚇，唉歡迎。Hello。去 shopping 啊你？我都諗你講緊 shopping 啊。喂爸爸，你做咩來啊？我做咩來？我去食飯啊。
诶， Hello，啊这个 Hello，聽到金配，直接講金配。冇 playback 唔見。哦，WhatsApp 呀。啊，誒，冇嚟，我俾學直講，我俾學啊300陣講 shopping，一邊打慳啦。哦，呢啲開國邊嚟喎？一張搞 shopping 嘅。嚟講下你 shopping 嚟講下。我係講先，微微媽媽來聊下佢背是唔是？係咪數？這邊是為了呀？我佢背啊！我直接我聽到你哋 recording 講係咪啊？也尋我佢一個人啊，就住嘅 wedding 啊，對啊。金配啊！啊，咁配咯。啊，咁配哦，啦哎。呦，老朱啊，好在你冇來啊，你我計過去愛幾百度食呀物件。我去食好食物件，後我係度食，後我個走去啊，微我係度食。隻糯餅。食落餅，你有個 dessert 咧？dessert 個熟嘅了。嚇，是咯。好食啊！幾多碗？誒，定住咱是其實哦，定住咱last month 嘅 episode 講嘅時候，我爸出嚟先，我爸出嚟先。嘛。哦，講前古部嚟啊嘛，呢個係是鋪頭啊。一部出現嘛，係是鋪位。你一個表緊哦，一下卸妝器啊，你講嘛。啊，一隻棒。因為卸妝器，我想對面呢個看到阿莫丹啊，冇啊，我諗冇看到。係咯，冇咯，唔咯，我諗冇出。咁快咧唔係播影，我冇影拍攝。你冇影做咩？阿 John 阿 John last year 佢嚟 KL 嘛，佢都係嚟 meet 啲人。等陣羅蘭講就話聲白陣不豆嘅講聲。我講 last year 呢有 meet up 嘛，嗱 KL 是唔是？嚇，呢個冇看到伊。我知阿 John 對嚟，特別一開始對嚟是話shooting 嗬，去 shopping，走嚟走去。我想你去 shopping，會話講 shopping。呢部影 shopping。你當做咩？當 game，你翕相影啊？啊，我翕相影。哦。你真好聊聊嘅吧？你是要教我人翕相影？係咪物件？會話我講？一下專業兩位吧，佬。哦，好啦，你搞嘛？嚇，你怪啦，報應啊，變咗學見人買嚟啊，成個你長衫嘅人啦，咯。長衫嚟，哦，長衫俾介紹，咪叫俾你啷下，長衫俾你啷下咪是打。嚟啷，誒，等陣，你對三寶店搞一下咯。你三寶店搞。哎，嚟啷就愛死就一個管人播。阿 John 冇事啊，阿從三咧嘢啊，所以叫我嚟。5%，5%。咩5%？你是賣啲物件賺好啦，5%。冇，我順便感謝啦，感謝咩物件？大家支持。哦，講你赤條賺啲幾名唔知？嚇because 我知講有不有啦，邊個學緊你較遠嘅，伊人有去買咯。去大買？赤點買啊？去 popular 買嚇。哦，買啊，當然你赤去頭10名嚇。學10本啊！你冇我病笑呀，冇我病嗬。伊就介紹伊 friend，伊 friend 冇去俾咯，伊 friend。我講 hello 就係了。你講咁配咧是第一把昂嘅，因為成個咧學車係把昂，你冇插路嘅，伊愛做下面就做咧。誒，讓咪講啲 topic 嘅，我話把你 topic 啦，你話咪講事，我被困咧。伊只把昂嘅，誒，等陣我未錄。咁配，你搭車，你換車，你是你是啊？我講換車多邊個咩？你講，但你講無聊個。你講到對。冇啦，我講你係8昂，你換車有8昂哦。冇，我換車是白嘅冇嘅。你個係小頭我長嘢喺度冰嘅時候，大家。我頭我係喺邊頂啊！你開數我俾困了。哇，好啊！嗰個只嚟咁樣講一聲。是哦。我都講聲啊！我都講聲。你暑假 shopping 去 shopping 是咩未？哎呦，後尾本叫俾我嘛，就去就愛去 shopping 所以話你我就愛去酷。你講我聽，你 shop 係咩嘅？Chris Bay 有係你爛的學
sales 咯，就有數嘛，就話早去 Queen Bay 看掃了落地，我就掃。係咪物件 sale？你馬上去間毛毛龜。哦。啊，對。買係咪物件 luggage 啊？嗱，呢些嘛，Korea 咧。哦。我想講已經買 luggage。你買 luggage 咯，你 luggage。我想講你買你隻 luggage 就咪貴，你是買一兜嚟用佢嚟貴啊咩？佢只好買 luggage。所以佢渣渣車，佢渣渣款咯啫，佢買 luggage 啫。做咩做咩渣渣款呢？你把酒我開冇你接嘅呀？安怎你買渣渣款？係啦。你是咪甲人小拍小超呢？啊，胡人。無啦，聽無聽，媽仔人佫去唱卡拉 OK 啫。哦，卡拉 OK 咪唱大波嘅歌咯。係啦。好啦，嗰時冇錄冇嚟甲人唱，等陣你冇揸過。可能學安啲錄吧都。哦，冇嚇，甲人啲邊度落幾扎哩啊？我就估。我 shopping 咗咯。篤4節，我咪講阿龍咧，阿篤。阿篤4節嘛。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ทำไมกงลูกแกไป平時嘅咩物件去 shopping？ 我還沒半杯，我只臭白照嘅喎，我還沒半杯。你成日去行 shopping 咩？去嗰啲啊 Des 啊咩？唔係 Desco 係你叫咩啊？啊，到 Paragon 啊，啊是到去 shopping 啊 ，Queens Bay 啦，嚇 Queens Bay，你去嗰邊啊，你這就是無比賽扛手對來嚇。我去一個網行，我哋就是有物件愛買，我甲去。哦，你無使驚驚。Queens Bay 後，我哋就去買士士里嘅。士士里係咩物件嚟？士士都係。哦，硬食嘢啊？嚇？硬食嘢啊？看下面水就俾人咪食。係咪會係咪士士里是到到去 Queens Bay 啊？不，跟你 Plaza Queens Bay。本湖。哦，就這樣咧亂啊，時掃來掃去。哦，拜拜，啊，林拜拜，林拜拜，林走啊，拜拜，走啊，伊講伊 line 冇事，แล้วOK，แล้ว你成日講成日你去摩你就是再講有物件要買你夠去啦，你唔成講去行，咱實在無必要，แล้ว對來買一堆物件有。我若是講去幹嘛，我無物件買，我去行。後尾我本是買物件點樣嘅買落地。哦，買落地。食落地。嚇？會食落地啊？食落地。會食啦，袂食去迄個 mini market 度攤買啊。mini market 是你食過嚟買做咩物件？mini market 是菜店買買啊。咁配，但我看到 mini market 你知道菜店買買啊。是啊，菜店買較好啊。好咧，特別冇掃過，特別出了啦，伊無到 hospital 了，伊都出來了。我看伊個教授，我想講伊無來嘅。伊無通看教授，伊到底伊個迄個屋企某嘅厝，佢看到屋企某嘅聲有影惡哦，我聽到我根本錯。佢看到 mini market，伊嘛看到 mini market。伊個魚啊，應該是節魚啊，所以被講話。嘛是 mini market，唔是 supermarket 啊。啊，冇嘛是 mini market，supermarket 是屋企某。OK， 我較惡嘛，所以是 supermarket。阿左食未笑嘅伊。嘅趣味啊！咁配咧，寫啊，你去買時你等 sale 時間買哦。有，但是有咯。你有當時冇，有當時冇插件就買啊。冇就等 sale 咯，較有類嘅時就冇插 sale。哦，當今就 sale 啊。總之，伊是去到 7-11半夜買嘅人嚟㗎。對，你若是講真係食無類嘅時候，就去等少先好咧，日伊嘅 stamp 去買另外一張，或者是。咁配，你是有類嘅時開啦，去 shopping 就到啦，是買一個貴類嘅，阿價。問講買係咪物件啦？你阿價開成個 shopping 是開幾百塊啦？我第top嘅時啊，1000。喲，1000塊啊，買。แล้ว平常時 average。無類嘅時候，基本上買袂起你基本嘛最差半咯。啊，那差半 free 嘅嘛。你想我差半飯椅啊？差半個禮拜要 TI OK。差唔多差半。
就是講到基本就食咯，到基本就試。係咩？在 invest 本你 OK 夠攤食啊！了誒，你你去長人 restaurant 花一盤差幾鐳5塊半，冇辦機嘅。冇路過5塊半個咩？我啱先夠5塊半嘅咩？佢真啊！我若是去長人嘅 restaurant 啊，我唔食超半嘅啊 ，because 啥物事啊？我係麻達貴是食袂了嘅半，幾暝燒咧就嚟炒，所以我袂了解，啥物事我人就愛夾落去學下你食袂了嘅半。係啦，學千倍，頂到我千倍是多度食呀。誒，你記頂到係人嘅厝位啊，但係冇啱有啦，我啊。都只擺嚇，有村咧，村頭全部係三倍啊、半啊，我諗導致一個 ICI 係拆嚟湯嘅位咋，一掉到啲後背妹位咧嚟燒嘅啊，切刀嘅嚟，嚇切刀嚟嘅咯，我為本有超衰啊，我死嘅邊，要剪一籌嘅，一導致佢哋湯嘅時個盤就冇夾嘅，個隻掉淡薄嚇，個盤掉，當機都冇隻安尼啦。當然都食咧背了啊！咁配，哎呀，你多前輩嗰係跳起來，一條咧吹，你白開口都會盤起來。咁配有咩事？諗叫我個郎講，等陣下，諗叫我個郎講，伊愛去困了。嚇，有啊，要甲我講啊。有啊，個叫我講都未。冇啦，時間講我冇聽到我講事。你話咁困啊，叫佢困。諗起了。做豆嘅，我俾叫豆嘅講 shopping。shopping 啊，我是大部時啊，shopping 咧是多數是愛買物件甲去嘅。哦，伊等陣我翻譯啫，伊是有物件買，我個去 shopping 嘅是講。我個講。嘅，我邊兩嘅福建呢就，一個人邊兩人講話，邊兩嘅福建，你未使教我講佢，我買嘢。買豆嘅。豆嘅啦，老，安那個老做。我是一個 shopping 咧，我就介去。伊無伊講，若是我愛去 shopping 咧，我就去。變嚟，講你去到嚟 shopping。我諗你 plan 好介去 shopping 嘅話。你是買咩物件咧？習慣呀，無法。你買咩物？你開始食 shopping 是買咩物件？買衫買褲，地褲內面衫。有物件買咯，那個 grocery 咯，是。哦，買煮食物件。買煮食物件，你是去萬山買，還是去一個菜店買買？還是去？還是去菜店買煮，還是要買？我成個是 cheese 啊、roti 啊、meat 啊，出嚟物件咯。哦，你去到一間買啊？青子，那是去買食嘅物件，是叫 shopping 還是叫 marketing？哦，對 ，shopping 嘅若是講是去買衫、買褲、買手錶呢。冇蝦米事當機嘅人啊？嚇。前日超去 market 了，家姐是去 supermarket， 所以伊人去 grocery shopping， 伊人不是 shopping， 特別去 grocery shopping， 當叫 high tech 了嘛。哦，袂使，我講嘅是買去，唔是買你平時物件，想買俗嘅物件，買衫、買褲、買鞋、買特別衫、底褲呢嚇，買咧是細多呢，make up 嘅物件，是細多個有嚇。哦，真冇啦，真係有啊！我甲你講阿 John， 你應該講 follow me 應該有冇咩？係咪嘅咁會？你 Mustika Ratu 本個有。哦，我有 Mustika Ratu 嘅，我有 Mustika Ratu 嘅 follow me 嘅內票。Mustika Ratu 個點啊？Follow me 買有 ，follow me 買有，當個叫 follow me 嘅物件買有。做咩事？係咪數？
你用緊無聲去，用緊無聲。因為用是shampoo就是用shampoo 咪用shampoo咪用。做咩事？阿秘書。follow me 頭家咋？你講冇，比安尼講咧是咪用較好啦嚇。你是叫毒呀？咪見有當有人係阿當去他。那講啊，即係名嘢，做乜你嚟用哦？誒。OK，等，我俾小我妹對對，即係三百八針啊，頭先冇講到嘛？唔是三百 happy，唔是三百八針。三百八針。所以叫我390啊。300 OK，三百啦，300八針嘅好。唔是先人啊，300八針都唔捌啊。冇一部電嘛，係一刀嘅事。哦，即係你在阿摩丹哦，你在阿摩丹嘅歌。阿摩丹嘅歌是哦。嚇！你快把酒杯都倒了！直接摁到。哎呀，要掂問見我講，你就係去到人咁配，你個換啊咁配個人兜嚟嚟等，豆嘅，等陣，你聽咁配講未？咁配講佢乜豆嘅講我都冇聽到。我講歌會，個人兜。Oh my god！等陣豆嘅等。OK。豆嘅等，我咁會講先，咁會講。我講，你去知道去 Street 嘅時候。嚇！你看到一號你心咗嚇？唔是我自己頭看伊啦，伊個坐啲我陣後尾下，我係佢是個轉嘅啦。有咁配有玫瑰花。別怪，咁配別怪唔加嚟啦，別怪部出hand掉，見你事。你叫我咁配阿得呀？伊阿妹攬路啊，只咁配啲阿妹只係攬路啊。咁配嚟掃路啊！別記咁配咱老人做就係掃個邊。唔係啦。OK。我唔搞，我計冇識嘅數。豆嘅，誒，真冇識，真都冇識。Actually，最尾冇識嗰位去啊，即係會話嗰位坐到去你嘅隻狗影。講啊！坐到去隻狗影，我講啊，即刻豆嘅輸啦，豆嘅秒掉啦，都冇一個啦。哦，秒，豆嘅啊，只隻輸嘅咋，唔係，超級快，物件哦，哎呦，個講啊，哎呦，只隻輸。一個冇白相嘅，我老實係。啊，對，只隻喎，只隻冇，成冇，跟住咧講到啲啊，你頭先講咩嘅？誒，嗰做乜咯？嚇，300啦，做 shopping，冇300咁去啲舊影嘛？你話咩坐起嘅？是哦。哎呀，渣仔都對我嚟啊！佢住喺 hotel 個，嗰個貴。冇貴啦。冇啦，冇貴。嚟講，你自家 shopping 邊咩？哦，我 shopping 是單 warehouse sales 嘅。哦，你是唔是俾你有票有名啊？我好你看我 receipt 啊！嚟，我你看 receipt 佢哋等下。哇！攤靠住清，呢面嘅是清絲塊，攤靠住清660塊，98%。哇！特別我安尼類呢，140塊，你俾咩物件真係貴嘅？我俾一條褲，一條褲清絲塊，你俾佢去杜蘭咗啊！哇！假死一條褲清絲褲啊！特別冇得起140塊嘅嘛。係啦，啦，特別平常時間卡入邊，係咪票？安尼搞，安尼人錢啊搞。係咪票？我甲人講，你人特別 follow 一個 group 叫 Club 21。Club 21。聽過哦 ？Club 21。聽過嗎？聽過。巴比都他邊有一人 outlet 嘅了誒，了嗬，人 follow 伊人嘅 Facebook 下面，特別伊人有 warehouse sales 時，伊人放出來，所以有人 warehouse sales 時嘅嗬，是我就講啊，一個 rack，然後放衫，俾佢擺水，
พอรู้คิดเก่งแล้วอยู่90% 40%แล้ว90%sales แล้ว你考是一上金的线呀，真係貴啊！還沒票，愛看，夾啦，夾晒看。แล้ว有一線用金的做嘅，梗係搞 shopping 就貴咯。你冇把路我諗這邊個啦是小嘅好。準啊！我來冇咩水啊，我琴日。OK，拜拜。你咪看伊卡出呀，你咪看伊卡，得卡來啊，得卡來呢。咁會，別使照顧。哇！得卡一條情絲卡，而家只可能叫人揀得到呀，但是冇 discount 的呀可能。係咪票 ？RM 情絲卡呀。卡文啊，我都冇聽過。唔是 Carbon On 嘅，即係法國 brand 嚟。我刷褲唔制啦，未識啊。我學巴士 call 你啊。巴士 call 得啦，那是清巴士 call 嘛唔得，得 call。安尼可以叫伊個花名，當叫我做 shopping king。shopping king。actually 嗬，我講聽我地 call 幾鐳啊，我想下。攞掉70塊，特別我講條外面票啦，我票上面 ringgit，哦70塊是 ringgit 啦，哦 OK，我是攞掉39塊啊，是掉39塊我別記啊，到底你是記得落俾 bread 你知我票上面哦，阿咪阿多嘅朋友嚟啊，阿多嘅朋友嚟，你還沒去啊嚇？我特別請伊嘅衫。seed 啊，唔是 seed 個吸粉幾個啊？巴哥達，唔係 Jefferson 啊 ，Jefferson 你猜確隻粉幾嘛？嗰隻係我請嘅，不當然是人嘅 sponsor 我咧，不當嚇。我哋擺啊，學嘅咧話我諗冇size啦，我冇size。啊，之前有嘛？因為山sampai happy。冇belacan. Sambal belacan 法國是多啊。幾散了嘅冇晒事啦，到這邊。定到我本白，我明白。你知我已經刪，定到邊我背時我已經刪過這本啊嘛，對。比如話我定到我當今我去買時有第三，我根本就未穿 XL 咋，所以 XL 嚟講，你較大嘅話，淡薄就未穿啊嘛。特別褲，怎個會買到啊褲？定到衫當今個衫個派別，未必樣嘅是你身軀較本嚟褲。because 我穿眼是得咯，就我係這邊個啲我安啊，這邊 shoulder 冇夠闊又冇眼。有我只前一上，我只窗開啊！我對我開㗎啦，辛苦教。開就見，你開冇啦，你看你上架，你啪出來個仔，係咪？你話我講嘅是不打開，要不打開。不打開一派看過一個你就你 jazz 邊開啊，嗬，個講水啊。哎呀，冇，不是，伊唔是開，伊唔是成個講你頭撩我開，伊是伊撩我係一坑一坑嘅呢。伊勁開咯，唔要緊啦，你咪開啦，幫半粒啦。actually 人講幫半粒票，你會去夾起來是變做一粒票嘛？多變半粒，只變半粒唔是夾咧變一粒票。你這個是我近時去 shopping 買回來嘅。哦，魚水。哦，水。咁你嚟看未少。你激炸掉啦！你阿多激緊日走去，多激緊日走去，冇你拿隻燒掉你抓下你話。魚水啊！啊，碌阿格，安尼看價了個類。哦。一百10塊。啊。價了30。哇，180萬未啊？冇啊，這個票喎。這票什麼 ？Low Visa。哦，快水哦，價了。水啊！那10塊，你講你啊？10塊啊？10幾粒哦。30塊。10粒。
因為一個10塊咯，對啊，一個10塊。我俾啲但係誒，阿韓講一個10塊對30塊咪㗎啦。我講正啊 KL 嗬，前一時間成家上拜去 warehouse 俾咯。So 我差唔多 every month 我男朋友就係講哦，即係 warehouse 你拖嘅 warehouse 啊，就係迄日我一個月時間去 Hush Puppy 哦。Hush Puppy 嘅 warehouse แล้วก็有我講聽你俾裝嘅booking 啦、店啦，迄種嘅 warehouse 本是70%嚟㗎了。你是半年一到，開了個有 A 咯 ，A sometimes 是迄個面子啦，特別面子我就早起來咧。面子係咩？你只見你下面子啊？講價俾 booking， 哎呀 John， 我俾 booking， 這邊 baby 掉唔要緊，你知啊？個你講我起個我別講話。我甲某某古諾人，寫 email 互伊人無睬我人喎。寫 email 怎？你公司有啲美國呢，แล้ว我要問伊看，伊會使寄來 ，I don't mind paying for 佢 shipping， 伊 freight charge and all that 啦。伊無睬我人，某某古本寫互伊無睬，你知哦。แล้ว我人說唔敢買，唔敢寄你去，你知哦。我古早捌用過，我古早捌用一個墨鏡。墨鏡，係咪票誒？等我加寄互你會票，你會使去 find out 我去買借互我。係咪事你知哦？即個墨鏡古早我捌用過，伊是 7 ply surgical steel 咧。哦，是唔是？是唔是 all clad 啊？all clad 啊？唔是，煮豆油白啊！我同你講啊，煮豆油白啊！真水，真好食，伊白嫩啊！特別啊，伊上間人 pressurize 呢，但伊唔是 pressure cooker 來，你知哦？特別真水，真好食誒！แล้ว啊，我無經互我工人啊，燒到我對來啊！我曉。我驚佢咧無經硬食啊！我講互你聽，硬食去啊！有硬開現咧，食抓啊，出硬現啊！แล้ว啊！哎呦，我心解聽呢，伊個迄個handle 啦，搖去，伊個白個了，搖個了去，你知哦？了，伊個電管啊，有一個 valve 啊，伊上個伊個 valve 是上個alarm 呢，互你知講，迄個物件熄了，特別伊唔是 pressure 嘅 valve，迄個要搖個了去，你知哦？我係起開到呢啦，係你揸20-30年啊！我買一個墨鏡都愛550塊了啦。所以當今我買，我無插幾鐳，我買到對係你墨鏡咗。แล้ว我講下某某古聽，不過我挪人啊，因為某某古安尼好了，講下，伊講 OK， 我人白買。所以我去打電無人聽，唔要緊，唔是無人聽，伊無電話，伊叫email 啊，無人無 reply， 安尼鬥一句，我計起紅啊，某某嗰個計起紅。你講我看翻到後面飄啦。我講這邊有當買啊 ，7 ply surgical steel German 嘅 brand 嚟咋？有啊。有，這邊有當買。啊。你嗰邊冇咩？係咩名？係咩 brand？你問我嘅 brand，我 I cannot tell you because I wasn't interested, but I know it is 7 ply。有6-700塊啦。是啦，安尼嘅字啦 ，because 古早我就講了嘛，20幾年 ago 都500了嘛，我買。阮有當啊店有一個有賣，我有捌看到。我現在我去買我嘅steamer 嘅時，伊個查某買，persuade 我買，我無 cook 安尼，我無煮食安尼當嘅，所以 I wasn't interested。你看到這個就是叫我上擺 happy 叫我喺度看 Alexander McQueen 78 cent， 不知本是他上一位啊？哦，你就要穿 mask 嘅使幾位啊？上一位。你就穿 mask 嘅使幾位？安尼看衫，安尼借 discount。嗱，你查某就穿 mask。阿 John， 你害人看迄個 price tag。但是我冇看到哪點賣貴喎，而家都賣過來喎。
也都未過啊。啊，你未好看咩？你有 share screen 哦？你邊個 share screen？你在 share 你 screen 嚇？OK，我 stop 啦。OK。你 share screen 啊？你 share 咁麼？特別我無興穿有票嘅衫，所以我免單，我嘅票是 Jefferson，我就同你講啊，我免單緊嚟 discount 咁俾。70%咧，講真是 OK。看到我 share screen。喲，攞清衫。你借好咩個？入沙青。哎呦，入沙青啊，唔是攞清衫吧？我俾別咯。入沙青是 Malaysia 女啊。係啦。10%嚟俾啦，都隨講情況。安尼看你啦。誒，二十沙青啊，靠98成，我連百五俾未起啊。攞清誒，即係23青嘅。這上面係嘢嚟啊？抓背嘅衫嚇。Alexander McQueen。Hello，我都冇看到。哦，哇老。佢哋是係咪嚟 cut 大咗？抓背衫。jacket 啦。哦。jacket 特別入衫青，佢大人唔就有啦，上地較濟抓嘛，上地班衫都袂嘛，對咯，上地班衫都袂抓嘛，你咪使嘅。誒，你使去迄個沙拉瓦嘛是有，沙拉瓦嘛是有。依個你死啊！講到上地哦，嚇，上地。Bangkok 咪嘅白幾呢啊？哈 shopping 啊？佢抓咗抓啊！我去抓都抓，你看我買咗一條衫，佢水呢啊！好看來，shop 一去行到去 Bangkok shopping 啊！哎呦，Bangkok 驚氣講誒 ，Bangkok 啊 shop 緊亂啦！水，靠背就冇，佢靠白多，靠背就冇，靠未掉就會見下。水啊！哇，先正情咯，硬記記。Hello，下邊只隻物件。哦，先殺你是去 Bangkok 俾咩啊？講，你話吧。我當今學我是看到 YouTube 嘛，所以伊翻伊 response 是較慢嘅，哈哈，是我你哋看到，你等你自己嚟 show up 是你個看到啊？你當時多咯？講23歲咯。但我講 ，because YouTube 嘅嘛，我是用 Skype 嘅，我都冇看到你人講。哦，所以你當今看你看到紅嘅衫喂？啊，看到了。哦，我想當今講。你？sorry 拍照。我想講你當今把你啲介紹往先，把你介紹嘅特別嘅邊度嘅啲講話。Vivi 我係接嚟啊嘛，回了。冇啊，1 2 3 4 5。食物件哦，有人啦，就講有人去 shopping 嘅時啊，參加 friend 去嘅時啦，有一款人嗬，一真正是個西郎人買物件啦，家己無買，你話咯，本時話水咯，只有水咯，都買啦，你講，你都買緊了啦，你伊無買，話咯，可能買物件就壞事啊，小你個見面出嚟嗎？開類。你揾家己去買物件，我無交朋友去，揾家己去買呢。是，我 agree。唔是？對。所以人被差亂咗嘛？你 focus 就嚟邊邊咩？所以我本唔係隨朋友去，我家己去刷了。誒，OK，我就是安尼款。阿漢你買物件 shopping 時就是買蝦米物件？我是去 Sephora 迄款地方買啊。Sephora 是買 make 你 cosmetic 嘅啊。去敲哦，敲，辦機有辦機就買咯。你買咩物件 ？NG 啊 ？NG 啊，款啊，蝦米啊 ？Sephora 伊有真濟細隻嘅 mini version 啊，50幾塊、49塊嘅嘛。哦。迄款 luxury item 嘛，我就買咯。第一辦機嘅我就買啊。你特擺買第一隻，你 shopping 特碼成特碼啊，即就是講買1000塊嘛。你買第一隻，你是就隻類。第一隻類啊，shopping 200幾塊啊，200幾塊 ，OK， 個 reasonable。誒，actually 我嗰啲學生囝爾嘛，200幾塊。當今shopping 嘅？當今嘛是我當今嘛家己攤類啦嘛，高級啲，對。
这sampai happy, bu sampai belacan, lu sampai belacan, lu về就這類 shopping 一道，幾貴嘅，個還是？幾貴啊？600-700。600-700塊，買衫幾條？3-4條咯。3-4條 OK 啦。特別我買過一雙會500幾塊哦。有時講咩？係咩事？我這裡無500塊。喲，一部500塊，看。哈，你賠嘅數。夠開類嘅死啊，唔使類派談。能夠談嘛？談啊，陸關於。嗱，特別嗬，啷不到？啷不到去 shopping 個貴物件是啷在買啊？但是我們出嚟嚟講，我都係一個好玩咯。OK， 感謝啊！我忙晒，我忙晒。OK， 感謝。呢時嗱，青枝都出門買物件，買物件係咩？青枝買出去買物件是買咩？係咩？你出去買物件是買咩？shopping 嘅時，車啦。shopping 就是買車啊。我 depends 啦，我若是有物件買，我才去 shopping 嘅。所以有時看啦，像即個一月時，英國總對我去 shopping，because 我愛買我 iMac 啊，我開幾千塊啦。我若是愛買衫，我是一個月我真歹找衫，所以我若是買到，你個都穿毛啊，大擺。我買上 design 2-3條，所以千幾塊2,000塊呢咯。哦，千幾2,000塊啦。你較這是去到你搭一間客咯？我去真濟位咯。我無上位啦，你唔是講找到一間暗路啦？無，我去上店啊，特別我去有像for example 啦 ，Wallis 啊是 Miss Reed 啊。Bangsa Village 有 Tropicana City Mall 啦，有 One Utama 有，所以我看 depend 我去到咯位，我看到有啱啦，所以我就買咯。哦，你阿個常 shopping 哦，還是久一擺？買衫？我常我若宜拉嘅時我就買啦，但較濟我若宜拉嘅時我唔是買一個，我買車。哦，買 electronic 買 electronic， 我買 Blu-ray movies， 我買我嘅 computer 嘅物件，我買安尼咯。你甲我想，我 actually 好攏講哦，貴 shopping 啊，我貴啊，我潮咯。actually 我想到就是我買物件，唔是特別我買物件是電器喎，唔是地殼喎。我補充一下。補充來。我買過對搭一個對貴嘅，對搭一個對貴物件是個5,700。係咩物件嚟？我 MacBook Pro 我當佢用了哦，因為嗬，伊是2013年對 high spec 10個出嚟。你係新嘅出嚟係啊？Malaysia ringgit 10有9,000幾10,000嘅咧。特別我2014年買，家下你人買second hand，伊賣我5,700嘅。哦。一個水胖，然後你開起來時哦，你開起來時一個係你新嘅 Apple 嘅味個。有味嗎 Apple？ 蘋果味，video electronic 我講到胖，我不多要啊。然後我未食半個。我可能有人講嘅時，我走去樓頂要啊物件。我成都物件啫。今日個有咱叫做對即個定下機講你買物件 shopping。定下機佢在看啊。困去啊！無，佢定下機到美國呢困去，早起。困去了啊！伊會上映。伊可以定去啊。我是第關嘅美國啦。我是啲廣州嘅事咯。廣州嗬
你在廣州本時俾人比較少人，你看你嘛？本時比較俾 luggage 對嚟跌對嚟咯。你是俾係咪俾衫是 bag 嘅係咪 ？luggage 啊，佢哋 luggage， 我俾啊，俾係咪本俾衫嘢學包係咪唔夾本俾啦？因為真正辦嘢嘛，一零夾包都10幾塊，20塊你看，本俾了。我下部買就一箱，我朋友買20箱啦。20箱。我買4個箱嗰啲啊。然後我去台灣咧，我打算家去台灣買鞋，因為台灣嘅鞋quality真水個便宜嘛。然後我本鞋去邊個掃鞋咯，倒櫃掃6箱7箱咯，然後boot啊掃5箱你看咯。因為一箱鞋把路個水哦，然後個quality真好哦。40幾、20幾塊，伊個 boot 上把路40幾塊呢，老仔哦。哦，你再這杯機程 boot 是咪偷嘅喲？特別貴。是貴，對 custom 咯特別偷。定住我對係。bằng chỉ俾你 scan 咯。我定住對係，我 normally 我去 travel 嘅時候，我冇時間請，我只係請銀頭嘅人攞出來，攞掉嘅。特別我直到對嘅時候，我對嚟美國就領嘛，所以我未使請人哋請多嘢嘛，所以我就會請到我 boots 嘛。然後請到我 boots 個，我慢慢 back 咯，我 boots 係大箱嘛，所以對嚟時就被結掉，我時直接會偷。我每日我知啦，我會記，我對嚟時到新加坡嘅時要叫我偷嘛，所以我就啲變靚啊！我新加坡我未記啊，我每個愛偷嘅講條偷。所以我偷啦，地殼㗎，你咪偷咯，佢講的。你講偷啊？冇呀啦，都聽話。諗睇我講啦。如果是去 travel 啦，你講講者啊，講自己講者。OK， 我去驗嘅啫。我那是我 travel 點先，我那是有intent 會去 shopping 啊。我穿我舊嘅 T-shirt 啊，舊嘅咧啊，我舊我俾我買4年了啊，我舊嘅 T-shirt 我穿了啊，我黑架去，所以我 bag 有位啊。問題是但是你舊家上家檢查，你可能特間穿條去咩？你一定係檢查嘅衫啊嘛，嗰邊啊。冇那舊嘅啦，特別舊嘅衫啦。我點擺啊？我10擺我去 France 啊，我係舊嘅啦，嗰四出。我夾起啊！我穿了，我好邊 Paris 我買啊，嗰係放幾就貴啦。我係呢邊嘅我留掉後邊。青子，喂，但係你講嘅時候，我想講啊，你去 fitting room 你 try 啦，你放咧貴啊邊。死就啦！我頂買 shopping 我頂買 shopping 我穿了我直頭河女啊，無偷了嘅啊。我做你講你，我是早起出去一條衫，下晡暗暝對來一條衫啊，我會。冇啊，我不做，我不做你。我特登做啊，點解咧？我係頭毛嗰時呵，before lunch 啲公司啦 ，before lunch 我係頭毛前佢 after lunch 對來我頭毛個另外一粒啊係。kick 下頭毛 lunch。買衫都未曬，我未穿咧，我特別夾出24頭先嘛。係啦，我就赤嘅，如果未買嘅先你對起。冇。我那是我要對那我 pack 一點衫，我新嘅衫我 pack，我這邊嘅衫我夾起我放掉嗰邊嘅位。冇啊，把攞夾扛嘅垃圾去啊，靠近。我係衫唔係講係，我唔敢放掉我係衫喎。我假如試下在我就是你看，我唔敢搬，本唔敢人講買了先啊，你簽拖咪店面買夾堆嘛，是唔是？我本試夾堆嚟店本敢搬。我唔敢放嘅喎。唔敢，我本是唔敢。如果我咁快當隻檢查啊，安裝程序。你對嚟店，你嗰邊店冇上咩？冇，就是喺深圳嘅本地呢。冇，我對啦，我冇店嘅，我係衫只少店，我係衫荷蘭嘅咯，也去地。我放掉嗰邊啦，看我係niece，我表弟攞俾荷蘭去啊。那是買你荷蘭嘢啦，你講。你講個冇上，你是講放啲 hotel 咯，就係我講。我冇住 hotel 嘅嘛，我住去厝嘅嘛。你講荷蘭。我放咗嚟厝嘅 OK， 我是講客家路上八攤，我客家未掉嘅喎，客未落。我本身客家未掉。我係咪家好食哦？阿勇食了。係咪唔食 carrot 啊？我食 carrot。
哎呦 ，carrot and chicken salad 是buffalo wing 嘅 buffalo wing 嘅 sauce 係 chicken salad。John 啊，你食安尼零零嘅啊？啊，零嘅掉，成都咬出來嘛？哎呦，食係落咩都冇去。chicken salad 就食零嘅。我物件食零嘅天知，你冇關係，特別樣食關係嘅。我是講食，特別當叫我撚就食 cold chicken 啊，我咁晚食 cold 佢食 hot 我衰嘅。你講住個食 Korean 嘅 cold。我講嘅食冷麵。阿龍，冷麵啊，成個soba呢？啊，呢個係我soba未食，冷嘅你我未食。我驚食咯soba。我第一次講soba，係去咧生嘅。係去生嘅下底有生嘅，我食未落。我家聽之上，我本是活家食冷嘅嘅上。所以你殺得落 ，sorry， 是冷嘅嘛，我唔買食嘅。我冇買，if 那是 summer 時我食冷唔要緊，但係 winter 時叫食冷我就唔食嘅。我 summer 我暑假 summer 時食物件冷我暑假。你食安怎啊？食了 OK。我古早我細漢啊，我去 boarding school 啦，大擺 summer 啊 ，lunch 上，tea supper 上，以後你食咧salad 食冷啊，我食到要吐，我未食 ，sorry。好你怕破打嘢啊你？我食魚呢。我冇買，那是講 summer 啊，我冇買，但係 winter 我未食喎，那是如何啊 cold sandwich 啊，如何啊salad 啊。我個冇安尼愛 ，I mean I don't mind the salad，但我冇咪愛啦。特別那是summer 嘅時呢，蝦米點先你學我冷我本食，chicken 冷我本食。抓數。The only way 我係食 cold chicken and salad 是係 inside the sandwich。但係 sandwich 咪冷咯。我咪講到啲 shopping，而家講到 shop 啊咪。哇！你聽到就搞 shopping 嘛？你叫你講。嚇！我有見嘅咋，我那是 shop 嘅時啊。我冇 shop 就是冇 shop，我 shop 嘅時我新加坡少啊呢。一定這邊又再俾啊3000幾。我會記啊！我會記。破啲行頭啊！破啲行頭。我有年係阿 John， 我同你講話接落嚟，古早我本是安尼。我那是無 shop 嘛，我買看咗一個，我買去咗一個。然後那是講啊，我迄個糖畫啊，我就是要去 shop 嘛，我無人會掠過我誒，蝦米事咋？我那是買鞋，我買過10幾雙鞋就一兜咋喲。無買，我會使無買食久誒了，無買衫我會使無買食久，但是我買着你知，我一兜堆去啊，我夾堆啊。食20數嘅衫，你知喲？個夾未對嚟啊，毛菇夾好啊，你知喲？食啊！乖嘅事情記嘅。你帶咩？你帶咩？我同你講啊，講了係好笑，了唔要緊。特別我係 weakness 就是係咪 gadgets 啦，我真就 weak，我未打。kitchen gadget 或 everything gadget 啦。但係 kitchen 嘅嘢係隔了 gadget。anything 啊，我冇同你講了歹勢。我 before 我對去我 before 我對時我買一個 iMac 較當機嘛，買呢冇開過啊，我 iMac 個一啲個冇開過，蝦米事在哦？我單調我decorator 來 finish 做我厝個了啊，我把佢個開 ，because 我驚刷物件來刷物件去講掉，但係我咪開，我係啲 box 個。安尼本好啦，不過熱頭昏啊咪。that's why 我就是安尼款咯。了啊，有時想起來，哎呀，蝦米事我呢？安尼 hasty 去買後生，我個萬買嘛是未死，都唔是有 offer。對。你知哦，有時安尼款啊，買時無去想啊，一頭。那 warranty 咪是了去咯。都是安尼款啦。我這個啊，拉贊機，甲你講嘅一句話。就我人買一個 TV 啊 ，warranty 了，把你個開，你知哦。即係不拉真機，甲你講嘅，伊來我厝啊，了啊 set up 好我講，你要試下你 warranty 了，我講不要緊，我有 extended warranty。安尼款啊，我甲你講啊，我講不要緊，講我安尼，我按過是安尼攞你啊，有
一个加一个安尼，无人会。斗一打，斗一打。但是伊個甲死過我，伊個甲慘過我，你知哦？伊我嗰時我講一半歹勢，本落勢呢，講家己安尼做一個。Between us 啊，我人買4粒 iPad Air 2。好我一粒，把咗去全部是好玩。有一粒但啲 box 冇開過啊！啊，夾一粒好啊，夾一粒好啊，夾衰鳥呢！啊，一粒夾啊，呀 ！Actually 冇好啦 ，it's very bad 啦。Don't feel bad，你夾啊，呀嘛。我咪嗌。你哋馬來西亞得一架買，你哋新加坡買還是馬來西亞買啥？冇，我講聽我冇我 iPad Air 當今用嘅，就是我較早買嘅啦，我大設定買嘅啦。了Black Friday 時，伊人就去教我買2粒，我講 OK， 盲買啊。所以我物件對，伊買一粒互家己，了伊一粒。伊 actually 伊想伊 I think 伊對了買上買2粒去，唔知。了我講 OK， 唔要緊，夾對一粒互我買。伊講買，睇你有蝦米事嘅時，安尼回咯。伊講坎坷，所以伊講對去新加坡甲買 ，OK。對新加坡嘅時，了我小弟講你少啊，到新加坡買無咁貴。你對啦，馬來西亞買當今嘅 exchange 安尼。啊，對。所以嘛是 OK 咯，對去馬來西亞買可以。所以當今嘛買了4粒，一粒 iPad Air， 一粒 iPad， 3粒 iPad Air 2，你看啦，少。少咪緊夾啦，話你位地址，你知位地址嘛？有別人怎麼講？阿涵怎麼講好？阿龍，我冇咩累哦，仆街啦。所以你 iPad 2嘅時候，忙安尼寫字啊，我人冇甲你照。冇，唔是冇甲你照，伊是冇甲你偷你 iPad。誒，我就是家己一個人去 shopping 嘅，我就少啦，and 我老實講，我有陣時冇咩累，所以我自家一個人有陣時無物件，做工做了啊，家己走去嗰啲櫃買，家己一人看戲，一人食物件，一人去 shopping，係啦，我真自家啲Daiso買物件。我冇自家Daiso。5塊啊，5塊，我真自家去買物件嘅。係啦，買了我是買了很少，一用嘅物件咯。買了個少都用啊？嚇，買了個少都用咯。我剛才我自家Daiso係咪物件啊？你 sorry 啊，啲爆咗。你sabun咧啊，咩係sabun？你成sabun水摻個水啊，嗬，伊清較清淡薄咧，是你等是伊家己 foam up 嘅啊，你等伊 dispenser 是需要變做 foam 去sabun 配嘅。我是假咧。哦是啊。你問咩就俾佢看咧？你問下你sabun，你特別下你sabun，是sabun 水嘅 liquid 嘅 dish，sabun 水啊，特別如果摻大料啲。about 一半水還是 maybe 1/3 of 伊 soap 啊，然後你摻咧伊咪是清淡薄咯，特別你隻彈出來 dispenser 出來是出咗 foam 去啊，所以你免做你已經出 foam 嘅。特別其實有隻物件是特別貴嘅咋，你看樣賣迄個滴答 MP 啊，樣賣一張5塊是2張5塊啊，其實啲 Tesco 買會貴較便宜個誒。好好笑。是咯，有隻物件是樣賣啦，特別貴嘅。物件較特別嘅啦，你就愛 shop around 咯。啊，嗰時咯特別會好看咯，想講有你 iPad 嘅籠啊，有賣 iPad 嘅籠5塊一個啦，迄個就得咯。無好阿龍，我買我 iPad 籠去Daiso啊，買 after 半年啊，伊 cover 啊，伊 plastic 啊，會碰起來成碰跑起來嘅。哦。咁平時買幾隻？攞一年10塊。安尼朋友咪買一個，攞個價買一個咪10塊呢？5塊唔見啦。5塊一個。你大有先呢？我等佢知邊一個袂使喎。我早咱大家愛買物件，較貴嘅、較好嘅，了啊，你用甲幾百年本是袂歹嘅，唔是啊？對。當今啊，你買物件便宜嘅。快歹過先，你打刀。
當叫我厝內邊用第古嘅一個物件，就是我嘅 shaver 就 razor， 我喺中國買嘅一個日本嘅木頭咧，我用10幾年咗，一股成個10年嘅款啊。喺呢度得啦，喺你。你是 Panasonic 嘅，我只屬格樣嘅木頭嘅，because Panasonic 唔知真係襟用嘅。你知係物件是 Panasonic 嚟嘅，我 camera， 我 camera Lumix。哦，有個物件真係襟用嘅咯。古早古往有 electric 嘅 vacuum 嘛，係不是真係襟用嘅。機35歲啊！哎呦，就面是嗰時，伊後尾碰起來，本都碰起來啊！你丟嘅，清子，伊個電視機啊，我用個腳骨個表經個照好我小弟用，伊畢業了嗰時，伊要先要去做工嗰時，個照可以用咧個嘢興我到堆啊！我個搬來搬去，未歹嘅係好呢，特別買嘅是貴啦，無像個當今嘅電視機，前一萬幾爾嘛對。Depends 啊，當今電視機個萬幾嘛 ，compare 到古早幾若千，可能嘛是幾若千，無啦，無呢貴啦 ，compare 到 last time 唔呀貴，細粒命都知喲。啊，你好款嘅電視機若是蝦米歹啊？無spare part嘅呀？是啦，無啦，特別無歹我35歲。但是我去 KL 我特別去見到舊年啊，係 IKEA 嘅。IKEA 嘅物件，呢邊是台灣做嘅啊。係咯，就係台灣嘅 China 做嘅。IKEA operation 全世界嘛有，都一位辦意，然後都一位家迄個茶啊、薄啊，都做嘅嘛。而家物件未襟用嘅，未襟用嘅 IKEA 冇啦，變咗冇人塊，變咗塊嘅2-3年個，冇人塊。就啦，嘅2-3年啦。ต่อไปให้เลย ก็จะ冇用嘅。特別若是講人要點換嘅 ，OK 啦，點要有 new fashion 嘅就 OK 咯。唔係，一個我甲你講，你上下一下買了辦機了，你若是必須過去買先呢。好啊，要去 shopping 啊，我 mental block 是啥物啊？一擺去 shopping 找 parking place， 所以我若是去啊，我買，我有一個 shopping list， 我買加了。我有時甲你講，清楚我無買是無買，我若是買呢，我買，我搭只久都無去 shopping 嘅。特別當今啊，係掉到是會使做 online shopping， 我就愛搭來手起來啊。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gadgets， 我就試嘅，就是試啲合平，你知哦。我古早喺中國嗰陣時啊，逐日本去看淘寶嘅，所以我逐個禮拜本買物件嘅。因為用上濟物件啦，everything under the sun，間咧有冇有買？講到淘寶啊，嗬，我想問隻阿龍啊，成日都講把擼都當唔嚟，少啲用淘寶嚟俾我有啊，你看。有，你收我未做 online shopping。depends， 若是講 food 我未買，都係本地咯，就係哦。特別啊，我甲你講，有物件你會買 online 嘅 ，especially 係物件你 already 知了嘅，所以你會買 online 嘅。我就是愛幫一個嚟買個餸。上家佢一日安尼款啊，我無眨眼我就去買啊，蝦米事？我知佢啲物件，了伊 on offer， 伊有 offer， 我未買食久啊，我知個伊會落嘅。所以單條咯，一隻 offer 有 65% 啊，我就靠咩去買啦？冇是 online 咪是安尼衰咯，你冇出去買物件。嗱，即係你 charger cable 嗬，6塊人民幣，我叫我朋友講我邊條咯，安尼講一裝就 OK 咯，3塊條咯。我俾6條。是咧？我係俾衫就係哦，淘寶啊。我覺得衫咩數？中國啊，中國。誒，之內行嘅我唔搞。衫你特別 try 過，你問啲淘寶買無好嘅，因為我自己啲中國我掉過幾拿刀咧，衫唔得咧。哦，攞個淘寶，OK。第一點是你冇 test 過嘢嗬，盲買，你係換 refund 啊，真正麻煩嘅。第二點就是一有隻嘢啊。伊樣生回價少一無價嘅。你係買下面物件，我係大概少都衫，我就覺得講得盲買啦，盲了你點先？都係講買 show 啊，龍啊，龍啊是大 show 啊，伊
伊有一个伊叫啊 Magic Sponge 啊，我若是去大所，大摆我买 Magic Sponge 两三包。我咧白食啊！啊？白食啊，脱物件啊，垃圾物件脱起来啊！对，我买来互我工人洗我bathroom 的刀。未使咧，咪就會去啊！你看，侬講翻你好聊。等到有大數啊！邊啲有10幾間，邊啲有至少有30間啊！我捌嗰啲一間，隔壁Paragon有一間，係咯 Queensway 有一間。嗰啲一間 Paragon 有一間咧話呢？對哦，安尼話，特別我同你講，有攞嚟賣物件無相嘅。哦。我比較好食。按照人 shopping 嘅帶到嗬，嗰啲人嘅店嘅係咪數啊？嗰人走去 shopping 啊，講到。你搞 shopping，嗰啲搞 shopping 嘅人去鴕鳥嘛？咩？就去未去 shopping 嘛？就未去買 lunch 嘛？我咪啷買除咗買衫，買褲買鞋咧，我講到買鞋哦。你在買啲裙褲係唔是咩？我感覺買啲裙褲啊。是我落下買鞋我感覺買鞋就快咯，我買褲我買咯。因為我嘅褲是愛。因為我當時我真曉嘛，我同你講，我是買袂到，家己愛褲就，我去揀一件，我覺得買袂到，所以你看我一世人啦，穿來穿去本是咧兩三條褲呢。做咩事？你買袂到，你卡出上大粒啊？對，所以我同你講啦，我唔是卡出大粒啫，是我愛穿了，可能看到我卡出大粒。是咯，我可能看到我卡出錯，因為我感覺安尼款是我屬夾看到別人安尼款，所以我感覺到安尼款我吹袂到咧，吹袂到，我只。近可係除到我係細嘅，所以我當然嘛，我同你講好直接，整兩節嘅數嚟做，我成節我是啲 KL 貴嘅做，特別正店啦，但係我冇要變我見你人啦，所以我家己一個人走去見到佢哋一買車，係咯，我有穿條我第 favorite 嘅褲咗，特別係啲 favorite 褲對我真濟年嘅就，我第一暑假穿呢條褲，我穿起來我感覺就家己卡穿就 sexy， 卡腿變就 sexy 嘅就，係咯，買得滯，冇數，我做咩咯？你做咩數是？做咩事？買着成個裝殼，當今只借你可能殼嘛？冇，就是全部。係咧，我同你講，學識下面數咗。我見到佢哋喺 shopping， 成日自己走去買車，係咯，每當每世佢講我係車咧，是啲下底一個，所以我咪叫箍落去嘅咯。哎呦，我箍落去，哎呦，別，係咧，我見啲仔嘅就我，係咧，我近時不是 day trip 咋，我是早起去 KL 咯，跑時買了見到佢哋家己 shopping 就8盤喺度對邊靚咧，我就18嘅家己成節嘛，係咯，我企起嚟啦，試下我就買成褲了，所以我咪走去買，我咪走去看褲啦，變咗走冇買車，走去 shopping 看褲咗，看真自己就覺得冇下咗，我看到時咧，哇，地水啦，住到就地水咧，特別貴，唔要緊，人哋啱情嘛，馬就一尾褲搞我幾褲卡。你講確計就會過支佢又搞乜嘢啊？我有啦，過支佢又。我卡最後你看，我卡最都看咗一坑嘅。所以我夾落特別只 elegant 咯。你咕咕叫咁我是，但是卡最又冇。卡最又冇嘅，所以除非人 cruise 係卡最啦，冇 cruise 係卡最應該看唔到嘅啦。講真，我快速夾俾 cosplay 唔見下本嘅。cosplay 係咩啊？cosplay 是唔是你 direct sales 嘅？呀，係咯。伊無算 direct sales 啦，伊已經有家己 outlet 嘅了啊。你家己去呢啊？outlet 咪就係幾時嘅冇 outlet。我知想 rainbow 呢嚇。哈，伊是 rainbow，要賣個標款，係咪唔有賣？有洗衫，有水啊，做落啲嘅 poster。有賣咧手指啊，面向呢個。我快速夾去。cosplay 買。你去店會買啊 ？outlet 買啊？係 outlet 會買哦。你當今 Tesco 只係伊 outlet 嘛？啊，但係 Tesco 冇一個。啊 ，Tesco 有伊 outlet 㗎了。哦，我要講到啲阿龍嘅課。係咯，叫咩？我就對個邊樣咯，嗬，我就跟住困咯，係啦，我就早起車起來咧，我就夾掉我一隻破坑嘅殼，走去找一個地咧，我甲安迪講，師傅。我喺度做運咗響嘅一條好啊，我勁食，我勁咗食，一做一條響好啊，個比係你住到真係便宜個。所以冇買殼啦，你穿破殼對出邊靚啊？對，冇人知。我個大啲地殼唔是金色嘅，我個日頭會照出來，然後開出來到啲卡吹射出來。除非你看我卡吹啦，你個會注意到破坑嘅。
我 actually 那是看到是好事啊，咯，那是注意看你下嘴你咪可以看。那是講，你講咪是 Q 佢你 shit 可以冚掉你咯。人賣嘛，人穿條 suit 係啦，佢穿條正 smart looking 嘅啫，係啦，你 Q 係衫無帶衣嘅話咧無好看嘛，係啦，佢啲 KLCC 呢隻人鬥擺所在。哎呦，你咁好佢看到卡吹唔是啊？冇，就是比較之後人鬥擺看卡吹啦。一看到咧一熟嘅話就表見咯。阿龍，我問你，你卡吹是係咪 problem？I mean 你被考 problem 係咪？你考冇 problem 嘅，我 try 過係。你是係咪咪嘅吹？做咩事吹？看考俾考？我唔知咯，就是以前起咧，那時候嚟即講我前34號嘅話啦，34號咧，我係感覺到我係卡吹是，按咗講架射機嘅就卡。哦，白卡掉，卡流成個彎啊，係咯。流嘅呢就，但是我33號嘅話呢個個時候眼咗。哦，我勁33號半嘅，特別冇假字。brand 咧是吹不掉，安尼款嘅好。我經驗過啊！頂到時我們成日看我，頂到時我穿34號時我係卡吹只流青，你知啊？安尼嚇，你成日流呢，成日流零磅，係嘛？有。แล้วว่าตัวเบ33號時只派俾你個我想係咪先？33號時是第派俾嘅咯，我對對，我那當今我穿32號嘅時候，一個拄好。我係卡穿個款，未想講你在自己冇自己裏面嘅款，你未想撈呢？就是一做到冇嘅，就是我想嘅款呢，就係我做 solution。我只暑假嘅，你係咪暑假？我只暑假看到人卡穿，哎呀，係啦，咦雜咧嚇，冇雜咧呢？你我今日嘅做 beat 你卡穿呢，我知我背。我只暑假，and then 我半希望自己有安嘅款。我乜想我個寶啊，冇半紙，我講聽有未自裝嘅地殼，冇有 sponsor。講你啊，我講可以 solution 嘛。哦。係你 solution 冇用嘅，我本身邊度講正咧愛大卡吹嘅話咧，佢去練出嚟嘅好緊要嘅。你穿家3-4條褲啊？要本啊，你冇你去考慮時候，可能看到你卡吹也好，也好，對其實他即係對你處嘅他係看到你故事落地到啲後背，我是撩臉。Excuse me。冇嘛，係故事看唔到啊嘛，前啲地殼嚟邊先啊？係啦，偷考試。偷考試，一對得考落嚟啦，有可能。被看到嗎？冇啦，你講佢真冇嘢，看到知啦。而家講啊，成個 pampers 呢，依兩個鞋咧，白丁嘅地殼，行落去白丁嘅滑落嚟啊！別，青枝人 model 啊，穿安尼款嘅地殼啊，แล้ว看下伊人卡吹翹啦，樣穿一條水嘅 skirt 啊，伊卡吹 pop 起來安尼。有。哈，即係食久了誒，有誒，人了解，你在這你去叫你嘅老邊食物件是只你看幫古上古個未聽啊，有古神嘅好唔好？你知古早細漢時，我人逐個講笑嘛，若是講啊。我人歹死哦，我father 夾電腦俾拍我人卡吹哦，我人特佢講，那是講有安尼地殼，佢就好清氣，個名呀。你人第一冇事㗎，咁我冇事㗎 shopping 嘅，但係冇事㗎看考 shopping，咁冇事㗎 shop for 係咪？冇事嘅你就哎呀，成日俾 shop 你就只攞型嘅。Actually 我冇事㗎 shop for 衫 ，because why you know？就我若是去 shop 嘛，我就愛 Q 個了10幾條就去。做一刀穿個了出來，啊無我只見啊，一個頭個穿個頭，個頭，我真係個人。我翹3-4個條呢，入去changing room 呢去 try on。哈，你見你就是哎呀，這個哎呀，maybe try 大就好 ，try 大就好個小大，哎 try 細就個小眼咧，哎呦，得見咧。係咯，我哋見我當兼咗見。買衫你就係講講，有啲所以講，我若是買條，我買斜啊，after that 免買for 幾廿年，不要緊。但你去 changing room 啊，你若是上細條啊，你開起來，你有伊個 shop assistant 嗰邊啊，你解講 excuse me the same design but another size， one size smaller。會使，但係 the thing is，你夾出來，佢要 try 嗰一條我哋 gram 嘅，透氣透落。你唔使出來。Look at it round the
through the door 呢嘛。唔是，我知，但係如果你穿嗰一條衫咧，你偷一條出來，冇時間 try 嗰一條。While you are trying 嗰一條，你可以 what you want to go and change for you 咯。That's why 即係阿 John 每話，你哋冇暑假嘅物件，嗰時冇暑假就係 try 衫咯。誒，你林面衫咧，林面衫地殼咧？我就係洗就唔要緊嘅，我就會想象。林面衫地殼會使未使 try 唔是？地殼未使 try， 裏面衫應該會使。裏面衫會使。特別啲中國裏面衫是未使。是啊。我啲中國多嘅俾你嘛。中國咧裏面衫是未使 try 嘅，because 我坐嘅馬來西亞 colleagues 嘅俾係咯，ยัง未去 try， 裏面人講中國未使 try 嘅。哦。未使 try。特別馬來西亞有兩隻仔啊。You should know your size。哦。講measuring tape 嘅嘛。我是38D。講個裏面衫地殼，我講好你聽一個 joke。嚇。古早我做工嘅時候，我一人就查某個咧搭波嚟就係。我係個呢個咧是搭波嚟啦。然後我一人查某啦，你一等我人去上地，然後我係你真係高貴嘅搭波嘅咧，俾佢吹。叫雞。然後有一腳都是 holy 嘅啦，伊人啊都快都塞伊叫伊對話，所以伊唔知樣做咩事鬼物件咯，所以我知啊，我都點，然後我咪講 OK 咯，伊問我你要去倒落，我要去 shopping， 我去上地我都是要去買林面衫，哦，是啊，那個對條路，係對條我佢講，我講唔要緊啊，我去一人，我唔要緊，叫我對路咧，我人去接背，我講 OK 咯。所以做下，我特別我俾嚟面衫嘛，做下。所以伊講唔要緊，我到尾冇法㗎，我就計講，我講俾佢俾嚟面衫，唔要緊，個好啊，我俾佢教我行，計好呢，計好一句，我計歹勢，我嗰時候伊會袂爽，我行我嚟面衫，計個好。都所以我請伊食杯。誒，啷搭波買地殼，你安怎會？搭地殼咪是別使 try， 你安怎會知你 size？I know，but 你安怎會知講你 size 係咩？特別有時格定無好。哦，我吹掉地殼，我吹掉地殼咧，嗬，我是時想買係嚟上一票誒，上一個格定上一票啊。我本上，裏面衫本上，所以唔使 try。你問題是我當佢賣了，你就做咩錯？因為我啲中國嘅東西，我睇到你較濟，所以我自己覺得較好，所以我是買 Calvin Klein 嘅地殼嘅。所以當佢我係買到啲 Calvin Klein 咧，我感覺上當本了。當本咯。你去下你 warehouse sales 啊？啊！特別日本是貴，你 imagine 一條地殼幾十塊，有你百幾塊咋？你去 90% 是咪得咯？你我未看啊，我未上班係邊你請嘅票地殼？Renoma。係咪近年嘛？係咪嚟 ？Renoma。係咪 Renoma？Renoma 係咪嚟？我唔知。佢偷嚟我講，你做啥嘅？請一條你啊？誒不 ，actually 白字頭，白字我俾做過一道。點解實時把講嘅林面沙地殼啊嘛？我嗰邊做過一道啊。講林面沙地殼，because 我本時有講數。哦 ，Renoma，OK。我嘅 California 咯。嗱，如果那是你地殼呢食咗，你咪是照出來咯，日頭，所以你啲卡去別時，像故意到啲你卡去坑佢照出來。แล้วลองปันลังปัน即係นี่เตาแก๊冇整地殼。你唔要講我。你哋講話情，你哋講話嗰啲巴生話無好嘛，咪咪掉咯。冇咪掉是好，咪掉好。減配裝，減配冇事。你個就 echo 啊！哎呦 echo。我呢是diesel or diesel or 咩 ？diesel 啊是 diesel 是哦油啊 ？diesel 係一個 brand 嚟。你是 diesel 啊是 unleaded 啦，你請。unleaded 啊是 diesel 啊。diesel。無你 next year 你轉嚟 KL 我家傳你去看咯，有 diesel 嘅 brand 嘛？有啦，我知 diesel brand。哇，但是攏個有基本咱無寫巴沙馬咱買啊地殼，我係地殼是
我啲講是巴沙馬，唔是巴沙馬啦，特別成個巴沙馬啦未回啦。我個仔女唔是講我啲講是我慢超。馬英通啊！你聽到細漢嘅時有咯，細漢嘅時。零零嘅嗬，冇啦，我暑假嘅時係咪之後我 finally 俾條客話情嘅是H&M 嘅地殼是三條一包一個三條一個迄個一班一 package 一包嘅，嚇我就 David Beckham 嘅嗬，咁唔是 David Beckham 嘅，我唔是請 David Beckham 嘅是伊嘅朋友是 H&M 嘅票嘅，唔是 David Beckham 嘅 brand 嘅。แล้วว่าสุกาอีเลยแล้วว่าเบสเดียวว่าหอว่าเด็กขอกระเขาจะสิให้เพียวอ่ะไม่ให้想象嘅กัดมัน because 這是上個伊是伊唔是迄個三角嘅伊是較長淡薄嘅三角特別伊個伊是 boxer brief 啦伊是伊唔是個是唔是 brief 唔是咧長嘅眼嘅地殼較起淡薄我第一次是你家丁地下話了 because 我當時穿我 jeans 加 skinny 啊是咩啊你那是有迄個嚟講你拖你殼起來是伊會塞迄個就隻手指地殼會卡會落嘛所以我穿起嚟較低啊伊個袂走有一個真正好 support 我講聽上面地有見地殼就是褲你嘅當條拖卡嘅問題咧就是你伊頭整啊伊頭整有啲地殼嘅時呢跌落嚟喎，咪係知你照女嘅，然後你照少嘅，咪知嘅啦，接佢啲邊，咪係只坎坷咯。你依啲你嚇要攞地 three dimensional， 所以學到你照嘅你鳥女。你鳥。成個定住，特別我講聽下，我到啲馬來西亞嘅時，我俾嗰日讀嗰本書咧 Jefferson 嘅課啦，我就暑假特別嗬，依個課。頭頂我特別冇咩搞會，你知我一 live show 嘅時候，我就笑出來先，哇！一特別眼咧，我就作腳啫，作女。你唱歌點先是少？啊，我唱緊啲管嘛，成個 key 下管咯。你看到啊？你看到我叫女啊？jock 啦，翕相影嘅時我咪想我梗驚 jock 掉啊你 ，jock 掉咪是叫佢咯。不 jock 掉就係開，你成日掟掉你諗怕咧。阿 John 我看到你來 show 嘅 video 我看到。哇！只 jock 咧學成日一啲冇咩穿開呢。有陣時借股咧，騎起來是個會潮白啫。係啦，你話個拍攝到啲對外口有人嚟會潮，你特別嘅咧轉去邊啊！啊，當晴子都看到時，你每日轉都啲做咩？我教你看，但你一個叫先啦，一個點寫我嘛是去睇咧 live show。through Apple TV 去我 TV 嘅位咯，我 TV 我 screen 大嘛，我看到，我去嗬，英國，你講到我 job 呀？你穿硬嘅shirt 了brown 係咖喱嘅褲嘛？得一條，live show 咪是要唱歌一條啊！我去韓國跳歌，我講安怎阿 John 嘅褲安尼搖？有咯，一條就落咯，一條就落。你頭前冇咩，有時冇咩位嘅，係你知影特人嘅structure 冇咩像嘛？我嗰邊我特別就看考，但是講我地殼穿咗好時咧，伊度會卡，伊地嘅是較蓬，特別你殼講較蓬，特別你是南邊邊嘅作咯，因為是伊南邊嚇是平平，我邊有一個地殼是馬來西亞邊啊板機啊，伊像遐貴咧，你個如果擠落去嘅話貴地。You know, John, because of that, we went through a very long discussion.
個，然後我人個佚佗，在咧 video 看，睇到了 video， 我係錯，喺大錯起來。對，我同你去吹，冇上嘅 job 呀。但係我將來是個冇講。就冇講住你 topic。誒，那個就係 topic 個，我諗未記，佢咩小蛋那個就 topic 個，我未記。OK， 嚟，各位小姐，今時我嘅即係禮拜嚟講 shopping 啊，今晚禮拜幾邊唔執住住啊，今晚嚟搞嘅事。誒，係自己冇講掉喎，超掛水。點解佢冇講掉？點解佢定義啊？佢定義啊，不 the other one 啊，新椒超掛水，唔是？怪味水個掉。阿 John，你哋講話名咩咯？怪味水個掉。冇係冇掉啦。因為愛真有啲喎。Anyway，OK， 若是冇啲嚟講，咱就講大媽超掛水咯，怪味水咯，然後個有青椒咯，老椒，然後個有炸กุ้咯，咁時啊，然後個有豆芽咯。然後個有三拜，拜拜，不辣讚，三拜不辣讚，然後個阿韓，然後個拜拜啊，坤呀，然後個金配大媽金配。金配然後個娃娃南晒後雕，然後個雲香咯嚇，阿炳 ，OK， 南晒冇電器啦，南晒冇電器啊 ，OK， 咱等你咪殺另個字，哦，特別上面啊，雞脖子 ，OK， 好啦 ，OK， 今時啊，各位聽眾先聽下呢塊再見佢，OK， 拜拜。